間呢就係尖沙咀半島酒店啦，咁呢佈置得有聖誕嘅氣氛。呢度嘅教會喺度做宣傳，派啲小禮物給俾嗰啲群眾。而家呢就仲有10日8日就聖誕啦。呢個尖沙咀海運大廈周邊呢，非常之多人。海運大廈仲犀利，佈置得吸引咗好多遊客呢度打卡啊！因為佈置特別靚嘅。請訂閱逸奇哥，點讚分享及俾個 like，多謝各位。